美国职篮 NBA 底特律活塞今天以115-89大胜纽约尼克，确定以东区第8种子身份抢下季后赛最后一张门票，为2016年后首次打进季后赛。今天东区例行赛最后一场，夏洛特黄蜂则败给奥兰多魔术，因此不论活塞对上尼克结果为何，活塞都将闯进季后赛。后卫肯纳德 Luke Kennard 以替补之姿为活塞拿下27分，先发中锋德拉蒙 Andre Drummond 和先发控卫杰克森 Reggie Jackson 分别砍下20分、18篮板和21分、7助攻，率领活塞进入季后赛。取得东区第8种子地位的活塞，东区季后赛首轮将对战头号种子密尔瓦基公鹿。凯西 Wayne Casey 担任活塞总教练第1年，便带领球队重返季后赛。他表示，重整活塞的计划进度超前。凯西原先担任多伦多暴龙总教练，更在上季带领球队夺下59胜战绩，却在去年惨遭开除。凯西赛后说：“我们仍处于茁壮阶段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步，让我们的年轻球员有季后赛经验，了解要付出多少才能到达那里，也希望能让我们的实力被看见。”这对我们球队和球迷来说是非常好的第一步。我们还没达成目标，但战力更胜以往，